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下面咱来读这个龙德山。龙德山是东方白先生伫咧1990年完成的，算台湾头一部大河剧的小说。算咧介绍台湾头一位女医师蔡阿氏，所以当然看戏出会较精彩啦。所以顶悬就迄个啥，戏出的连结再讲参考。小说可能精彩程度较无遐悬，所以就罔参考。罔听啦。反正我就讲，小可悲哀是明明是台湾人的故事，煞小说爱用中文来表现吼。好佳在是苏当时闽是改翕的时阵是用改伊的语言，改迄时代语言就用迄时代语言啦。台湾人讲台语，日本人讲日语，中国人来啊，就只要甲伊讲中国话安尼。所以戏出，帅哥美女较精彩，小说就罔听。我伫拢参考啦吼。我无确定伊迄个小说是毋是一个版本、两个版本，我毋知。反正伫我手头即个是，佫一个出版社我袂记，反正就是网络顶悬，或者是实体的图书馆，是毋是有其他的版本，我无真确定。所以拢参考。伫读做台语的时阵，有一寡字词毋是真确定，就查字词典安尼。好，咱就来读这个《龙德山》第二部德的第二章，先生偷食鸡肩，可能袂使食，北来可能迄个时阵讲啥物胆固醇伤悬啊，先毋知迄个时阵。雅信已经6岁，区员甲想讲应该互伊读一寡汉文，所以就去甲摩羯厨房的主人王秀才讲好。甲雅信送去厨房和王秀才学汉文。这一天，秀英甲雅信打扮甲清气上，又阁真伶俐，阁买纸笔墨硯，互伊炸咧。由区员甲带伊去摩羯厨房。摩羯厨房是伫咧陈氏家属的祖厝内底，一边护林的厢房，因为反正应该就是伫咧护林的迄个啥村手嘛，因为正新护林是大厝，迄种古早厝就对啊。正新护林，然后正新是庙的迄个啥，毋是庙，家族大的嘛。护林就是这是房间啦是啥？伊正新就是新营厅甲客厅。护林就是村手，村手只有一间可能房间也是啥物货。伊讲的厢房，因为当初因迄中国的讲法就是会用叫做啥物厢房咧讲嘛。毋过台语，当然我毋捌住过迄种旧厝，所以伊迄一寡用字用词无真确定，总是伊迄个。古早厝范式，因有一寡安怎讲编排上的目的，也是用意对啊，正新护林嘛 ，Embry 甲 Marino 是拢讲护林，但过中文讲厢房是其中一间啦。护林村手就是护林村手啊，所以。丢了好教书，正新护林，因中国人伫讲遐个，可比讲红楼梦内底，伊着迄个啥物，啥物东厢房、西厢房这种讲法，只是台语较无这种啥物不互人家讲甲一大堆安尼。对啊，
咱是拢敢讲正身互利啊，啊无就是好处安尼。啊，毋过要一民一斤，有当阵啊，迄到底是要讲倒一斤啊？哩？好，东厢房西厢房。因咧中国迄边就是有啥坐北五南嘛，所以坐北五南的东厢房就是属于良平，啊西厢房就是属于好平。台湾遮的庙就是拢会讲号做良好平嘛，因为你若讲良好平是比较较确定啦，啊无。你讲正平倒平，到底是你的正平，还是我的正平？因为咱两个相对上，咱的正平是无共平啊。所以你讲正平倒平，迄其实有当阵啊会查袂清楚，到底是咧讲倒一边嘛。所以尤其针对庙的部分，拢是咧讲良好平而已啊。啊，所以用即个良好平的概念来讲，理论上就会使较确定啊嘛。因为就敢若迄个啥水流的左岸还是右岸嘛。因为迄是真确定的啊，一定是用水流方向做方向嘛，啊无你若无，当然即摆来讲左岸右岸，大概应该会使真确定啦。啊，因为你若讲倒平正平，有当阵就是沙无，到底是你的倒平啊，我的倒平？因为咱两个人无，咱两个倒平无一定共一边啊。所以，伊迄个东厢房、西厢房是敢若讲做。东边好处，西边好处，所以主要是因为因中国起的厝大部分拢是坐北五南，所以讲东边西边可能会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方向。毋过来到台湾，无一定是绝对坐北五南。你若毋是绝对坐北五南的时阵，你要讲东边西边，迄个可能会走去啊。啊，走去了后要安怎做准？所以我是感觉应该是用。良好平来讲，迄个什么互利？啊，伊即马伊出去汉学啊遐，吼，去找迄个王秀才读册，啊是伫咧陈氏家庙祖厝内底春秋的一间房间，吼，因探过祖厝头前的大亭的时，看到规涂骹的火。看到规涂骹的火只，真个是啊，槟榔啦哦！看到规涂骹袂顺啊配槟榔的火只，伫咧祖厝的前庭的你知道龙梁凤洞，伊用这当然中文叫做啥雕梁画栋。雕梁画栋应该是迄个是祖厝头前庭，伊咧讲龙梁凤栋，应该是讲大条的款吧。只是伫戏厝内底，我无真注意到伊迄个大厝到底是安怎？龙梁凤栋，敢有即种讲法？龙梁凤栋，所以即种龙梁凤栋嘛是伫咧教迄个啥，条啊含圆啊，敢是条啊？哦，圆啊牛吼，加条含牛分梁甲凤安尼啊，所以即嘛算因中国较会用迄种方法安尼，哦，所以。伊就讲伫咧祖厝头前庭诶，即个龙梁凤栋，毋知有几个老人翘骹坐咧椅条顶，听一个挂目镜诶中年人伫咧讲故事。因种北京话会是啥物？淡仔咧讲啥？天桥下说书人，天桥下说书人，即个行为，即个状况，对台语来讲，讲古的，
可能嘛敢若使广告的尔，因为伫迄个戏剧画面内底，较像啊，就是有几个人淡仔咧听一下，淡仔咧广告为先，应该是广告啦，为先是互相的啦，啊广告是敢若高一人咧讲尔嘛，所以说书好啦，说书应该就是广告啦，广告的，所以伊迄个我看伊迄个啥。戏剧迄我个人咧怀疑讲，敢会是伫迄个邦桥林家花园迄搭遐，因为伫邦桥林家遐嘛有一寡算古厝嘛，啊有一寡迄个石头，算袂使讲石头咯，就是伊迄用大粒石头拍做地砖的迄种路就对啊，所以其实当然实际我毋知影啦，我嘛无确定迄个啥，拍戏的时阵，因龙刀山伊敢若无讲伊的一寡场景是伫咧倒处境的，所以看袂出来。当然可能有人会去迄个啥溪口嘛，啊，所以至少目前我是无去看到，我无认真去找啦吼。看到就是伫咧主厝头前的条仔骹有几啊老人。翘骹坐伫椅条顶，听一个挂目镜的中年人一个广告。啊，若定外迄对大石狮下骹，有一对15、16岁的少年囡仔，围伫咧涂骹，摕18刀啊，伫咧拔18，屈原甲真啥鄙夷、轻视的眼神，啊，佫有啥物讲法？因为这我就讲伫画面。伫画面是敢若几秒钟的时间尔，啊，总是迄个啥，伫小说内底伊就是安尼用足侪字人仔咧讲的安尼，鄙夷、轻视还是当然中文鄙夷啊，个不屑，看袂起，看袂起。屈原甲用看袂起迄个眼神，伫咧撩遐少年囡仔，然后寄互雅信看，对伊讲，迄就是罗马囡仔啦。读册毋读册，第日坐伫咧涂骹咧跋筊，警察来吼，就赶掠去人仔来关。雅信将来就毋知影跋筊是啥。即工看完，煞感觉有淡薄好闲，想要行我去甲上水看一下。煞去互屈原甲家拖走，因为画门神的迄2扇门信帮关咧袂通，关咧无开，因着按边仔的门行入去主厝。伊只有一个讲啥？辕门、月门咯，所以一个名词是叫做月门，就是边仔的门就对啊。因为一般来讲，上大迄个。大片门是无一定会开放出入啊，就敢若庙的正门，迄个变怎讲？山川地迄个中门吼，迄个庙的中门是罕的会，袂逐工开伫遐啦，伊可能爱看啦，看可比讲是妈祖即个是3月是毋是？龙山寺敢若是逐工拢有开的，抑毋过无几个叫嚣遐尼好，敢对中门出入的啦。一般拢是两边的迄个门入去嘛，后边的门出来嘛。啊有的庙也是无遐尼详细的时阵，可能就学袂出入安尼。可比讲淡水龙山寺庙也无讲介看紧，啊内底人嘛毋是讲介济，所以。出入的人，你就处方便啦。你要对好门入去就对好门入去，你对中门入去就对中门入去。你要对好门出来，对好门出来；你要对中门出来，对好门出来。中门出来，反正就是看你的嘛。因毋过龙山寺有迄警卫啊，你顾的，原则上大部分拢是中门入去，好门出来。啊，所以即个算讲邻家人保护邻家的厝，佮有迄个啥，除了大门，伊讲有画门神迄
生大门关咧无开，伊就按边仔的外门行入去左厝。迄个春手厢房，因为厢房一间一间，每一间拢是差不多较无正十平啦。啊，当然除了正身拜公妈神明迄个，主要是主人家的客厅以外，春手迄个部分可能嘛有，可要讲的，会有房间，啊，甚至有做啥？边厅嘛是会使活动的就对啊啦。可要讲有当阵仔囡仔要写作业，还是做一寡有的工课，还是啥，伊嘛是会淡薄咧做啊。所以一间一间，可要讲帮着人家因遐的大间厝，伊即摆拢无人住伫遐嘛，迄内底无人咧住，所以可能有较早的分家嘛。泸州李家嘛是大概即种状况啊，就是有正身护灵嘛，啊护灵的部分一间一间，每一间可能有伊的功能安尼。所以即个护灵即个当间内有20-30个学生，按5岁到8岁不一。即间房间的一角有放一顶空床，是乌木，而且乌木一般是乌心木还是丁木，我无确定，伊敢写乌木尔，是用乌木雕的，床刀边有空彩色的蜡壳，蜡壳应该是蜡壳贝壳嘛，贝壳。应该是雷亚卡吧，所以有人讲啥，开钱当作是雷亚卡，当然因为直接读背空嘛，毋是袂使啦。一般啦，口语是较会讲雷亚卡的。啊，雷亚卡加2个是啥物货？贝壳蛋糕是啥物货？雷亚卡。雷贝壳、雷亚壳、含壳，所以我会记阮足细汉的时阵，伫阮阿嬷因兜看到迄个什物八角面床顶悬嘛，有一寡敢若伊迄就是雷亚壳去磨的，伊迄顶悬有一寡迄个啥钙的成分，所以磨了到底会有一寡金属的迄个反光hiệu，敢若是安尼。面床头有一个莲花叶的灰仔枕头，边仔有一颗四角形的红插木盘、茶盘，这是放杯仔的款吧。盘仔顶悬有放鸦片的烟具，有熏枪、油灯。熏鸭仔，佮有即个熏烟挑，这应该是咧迄种的吧？咧鸟迄个鸦片的迄个物件吧？就敢若迄个啥，要泡茶的时阵，会有一个较低米的迄个物件，啊，然后伊较低米有一个，去讲用汤匙啊，用一个扁扁啊，是咩货，还是使较低米就对。啊，咧食鸦片的这，就是规组规副的，足侪工具的嘛。啊，伊写烟挑，这应该是哪讲？就敢若鱼杯啊，迄个鸟鱼鳃迄种物件，我咧摇应该是迄种鱼啦，因为迄个鸦片嘛是安怎讲？就鸦片膏嘛，鸦片膏就是要一个物件，甲伊磕起来、拗起来嘛，啊，才缀咧迄个薄粉的迄个粉吹嘛，所以伊只中文写讲烟具哦，盘仔顶悬放
要食鸦片的工具吼，烟具。啊，这烟具有啥物货？烟枪、油灯、烟条、烟盒。对，熏鸭仔就是困鸦片熏嘛。啊，毋过迄个应该是鸦片膏吧。啊，油灯是要点火，甲迄个鸦片膏伫下骹用温度甲伊浸，爱着油去啊，是安怎浸迄个烟还是啥吧？可能是安尼。伊迄个画面有一寡戏出来，对，尤其19世纪哦。若咧讲到19世纪清帝国时阵，真正敢若袂少人拢有咧食鸦片啊。即个时阵，王秀才当坐伫咧即间房间的另外一角的册桌仔顶，伊差不多是70岁，粗大的身体，围伫咧绕屁屁，佮褪色的长衫，伊头壳顶也无剩无几支白毛啊，喙煞留一撮变黄的喙鬚，迄桌顶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线装册。阁有一块大耳台含目，还有一个大笔筒，有各式各样的大笔插伫遐。叫人特别惊吓的是，伸出一支2尺长的介尺，一骹铜做的三角香炉，三骹香炉，炉里点大香，规厝间全。你这个啥？弥漫着古朽的香气，古朽是要讲伊迄个听真久啊，所以怎啊味怪怪啊是安那？还是听到迄个单香木，会感觉有一种古老的气氛，所以有这古朽哟，无确定。当然，伫戏剧画面内底就是溜过，这安尼，我看对顶一段吼。屈原家带雅信入去到迄个春秋迄间房间了，迄间要安怎讲？要讲房间啊，客厅啊，迄个所在，迄个所在，因即马我无确定迄个具体位置，咱会使安怎讲？因为伊嘛毋是啥物起居室，嘛毋是册房，伊就是中文甲伊讲做厢房啊，到底厢房是啥物房？毋知影。我咧讲即段。安尼，即2段可能伫戏剧内底，敢若是差不多无到1分钟的时间吧。或者是镜头带过嘛。屈原家就行向前，甲王秀才打招呼，小招喙，甲一个红包钱喺伊的手里，然后就甲雅信塞去到伊的眼前。王秀才对小眼一下，搁伫伊的头壳顶扫一下，就对伊讲：来，先来拜一下孔子公。讲完，就甲雅信带去到即间厢房的正中，伫迄桌壁的桌面正边，拄有一副对联写：“仰天地正气，仰天地正气，发古今元人，发古今元人。”桌面正边安尼嘛，就是顶联下联就对了。墙的正中有一块花匾写“光明正大”，下面就是一幅当帝国吴道主画的孔子公的像。王秀才就叫雅信跪伫咧土骹，向孔子公磕九个头，然后家己坐定，叫雅信对伊阁磕3个头，然后就对即那种怀里落地仔内底，因为穿迄种长衫内底可能有一寡暗地仔嘛，吼，就对落地仔提出一罐红线穿的古早铜钱予伊，算是正式甲雅信收做入门的弟子。尾啊，阁摕一粒煮熟的鸡卵，叫雅信伫咧孔子公的面头前，伫涂骹练鸡卵。雅信照伊的话去做，甲鸡卵按即间房的即边，即间房的即头练去到迄头，练出一条直线，一点仔嘛无歪转。王秀才看了就笑笑啊讲：“好，一条线直直直，即个囡仔有做法，将来绝对是真够读册。”然后就叫雅信坐伫咧学生的座位，也顺续甲屈原家，顺续叫屈原家先转去啊。王秀才就分一本线装的3字经互雅信，随着叫伊念林之初，
王秀才记三字经的开头念，然后叫雅信对咧念，雅信就对咧念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习相远。安尼念的就使捌字啊，你甲我骗，所以讲，大家当做戆人就对了。王秀才摕红笔念一句，就伫咧句的下面箍一个圆箍仔，一念10几句就停咧。伫咧句的下面画一个大圆箍仔，表示今仔日功课到这为止。就对雅信讲：你今仔日头一日安尼就好，你就去背，背若会才来甲我讲，来背我听，听若会使，明仔载才搁教你新的。吼，安尼讲过一届就要叫伊背起来啊。真正是，这要若学有，我才输你。啊，所以因咧就是一种无人正情嘛。这个时阵，雅信6岁是1905年，所以虽讲讲是日本时代，抑毋过嘛是过迄种啥清帝国迄种儒家，甚至古早中国人迄种想法安尼。哦，这个 A 人来啊，我是咧读这个龙德衰的小说啦，这个小说有戏剧，啊，看戏剧是较趣味啦。当然，可能和你的腔口有淡薄真差吧，因为迄个时阵。清帝国了，日本人来到台湾，讲即个1906年，因阿母啊，柯秀英，因进前老爸林志勤死去了，因母啊搁嫁予即个屈原家，所以伊就是蔡阿信，伊就是用屈雅信的名去读册，看敢若是安尼。雅信就退来，坐咧伊的位，伊的正手边是一个7岁查甫。比早1个月来厨房，已经学会晓半本的三字经，所以王秀才就叫伊描红字。迄个十字谱啊有印4撮红字，写讲上大人孔乙己画3070书，年少生8九子，在做人可知理。这是我袂读啦，我毋知这汉字敢是读这个音啊？因为当初啊迄种，迄汉字到底是啥吼？真麻烦。当然文言文的部分大概较无啥物问题啦，有问题是我袂晓读啦吼。啊，那迄个查某囡仔就用毛笔污目水，搁伫咧字尖甲字哦尖，然后才伫咧红字顶悬慢慢啊描。雅信的倒手边是一个7岁查囡仔，已经来半年，所以描红字也描过，会当家己写字，当伫咧一遍搁一遍伫咧写，一气2、3里。前春4、5家，高楼6、7座，北九10枝花。这可能是要读文言吧？一去2、3里，前春4、5家，高楼6、7座，北九10枝花。唔知下早真紧就过啊！啊，若雅信一下就甲册背好熟。食饱豆了后，王秀才照例每一工爱伫咧炕床顶悬输一包鸦片。然后困一下觉，所以伊就甲囡仔赶去祖厝内底一埕的石板顶去耍，甲乡房串咧，叫囡仔袂使来甲伊吵梦，叫孩子不得吵他清梦。下晡时啊，迄个时阵无咧啉咖啡，毋过鸦片就输落去想要困啊，叫囡仔去耍，莫甲伊吵。迄个囡仔袂输放出人的鸟啊，花头喜面伫埕里耍，有诶伫咧踢钱啊。有诶伫咧拍干乐，有诶伫咧耍行直，啊若查某囡仔是咧跳绳啊，总算有一个人就提议讲，咱来耍掠猴，有人要耍无？虽有8、9个囡仔围我去，因拢要耍掠猴游戏，雅信真好奇，就对咧即群囡仔内底，啥人要做猴头？有人伫咧问，我啦，有一个叫阿坤的查某囡仔讲，啊啥人要做20岁？大家伫咧丢图，互相下来下去。若无人要做，我来做啦。一个比阿坤较瘦的阿明的查甫囡仔讲，所以就由阿坤带头，伫咧伊的身后就排一寡其他较细汉的查某囡仔，每一个人拢揽头前一个人的腰，做高囡仔。你这样当起小猴子，高头哦，所以应该是。这个是讲高帽吧，毋过伊就是用高头，是不是怪怪啊？好啦，我就讲啦，
台湾人的悲哀，伫咧讲台湾人的故事爱用中文写，爱用中文写，佮敢若爱甲伊写甲足文雅呢，所以就讲这已经权力嘛差咧骨就开去啊。所以就是讲每一个人，咱头前迄人要做高三仔囝，未10岁阿明去洗一箍链转来，就咧唱讲，恁拢未10岁，未腰果的对接过，恁要买啥物货？吼，呐，算讲有稻谷的对啊。恁拢未10岁，未腰果的对接过，恁要买啥物货？吼，迄个交头含狗仔囝就拢无要直接改伊，就大家同齐唱讲，恁拢未腰果，趁钱开查某，衫破无人补，阮无爱买货。安尼敢有拗无拗呢？恁拢未腰果，趁钱开查某，衫破无人补，这种拗呢？阮无爱买货，怪怪，因为这个最后无拗应该毋是怪怪。阿明听煞就搁去洗一遍，转来了后就搁对高丁讲：恁拢未10岁，未腰果的对正过，恁要买啥货？要买金手指，高丁内底有人讲，所以阿明就用香卡站做一柜，当做金手指，一个分互每一只狗仔囝。要买金鱼狗，高丁的人又搁讲，所以阿明就用纸拆做一片一片，当做金鱼狗运喙烂，搭伫咧每一个狗仔耳仔。要买金破链，阿明就搁用锁啊拍做夹做一箍，当做金破链，一个挂伫咧狗仔囝的颔仔棍。等未10岁，甲10岁卖完了后，伊就搁洗一遍，转来对高头讲：恁拢未10岁，未腰果的要来收钱。头家无伫厝，等明仔载才来收钱。带高头阿坤就讲，阿明又搁去洗一遍，转来要收钱。头家去放屎，明仔载才过来，安尼嘛拗嘛。所以头前理论上，迄个应答的时阵，一般拢是拗较侪啊。只是伊家己写做中文了后，可能是要顾迄个意思，伊写袂出来，伊写袂出来，就讲伊迄个字就无法度。因为1990年。会晓讲台语的人，会晓写淡薄仔字的时阵，敢若拢是用字的意思去斗就对啊，所以迄个音都不一定会准啊。头家必放屎，明仔载才过来。阿坤讲，阿明搁去洗一个，转来要收钱。头家跋落屎壳，无钱通互你。好，无钱我就要来挽狗毛。阿明咧讲，袂使，狗毛挽就会叽叽叫。阿坤伫咧讲。好，无要挽狗毛，我就来掠狗哦！所以无怪这囡仔讲这做啥物嘢，要来耍掠狗安尼。当然，迄可能就是最后这个动作嘛，就是阿明开始掠遐个狗仔囝，阿坤就用双手围咧，无要阿明掠。啊，若狗头后边遐一关狗仔囝就东逃西窜哦，你看啥？四界扫咧拢吧，因为这应该是敢若迄个啥，什么老鹰捉小鸡迄个概念吧？这是警察讲，咧耍老鹰捉小鸡是无头前遐个啥话句尔，所以，真正东逃西窜，形容够像修。草铺，迄有哪就是迄个啥，伊迄个做单香木点落去，开始会出烟嘛。啊，毋过烟，我就无确定迄个鼓手到底是要重点是要放伫咧秀烂的秀，还是固定的固，毋知影。所以这我就讲中文的部分。加甲敢若足文雅，足迄种诶，毋过实际上，毋是台语人诶生活啊！明明这明明就是台湾人诶故事，所以用中文写甲迄落乱七八糟，我就感觉真无意思啊！东逃西窜，东奔西窜，就是走来走去吧。
四界龙，四界龙，四界乱撞，所以就是迄个啥，所以其实就是掠到一只就准过的款，应该是安尼。吼，高头吼，阿明做高头，阿坤做掠口的，阿明做高头嘛，吼啊。高头后壁迄个狗仔囝就四界走咧，拢较袂去互被十岁掠去。但是掠的人听我讲诶，啊有的人就真歹防。迄个狗仔囝还是一只一只去互阿明掠去，到最后总算讲所有拢去互阿明掠了了啊。眼神是最后一个去互掠诶，一只狗仔囝，伊一个互掠，游戏就到遮告一个段落。下晡房间门拍开了后。学生囡仔就搁一个行入去厨房内底，所以苗红的就苗红字，十字的就写十字。我无确定迄个苗红甲十字什么警察，我毋知影。眼神也重新甲三字经起手的迄十几句背互身，行去到王秀才面头前背互伊听。王秀才讲伊真有造化，只可惜是生做查某囝，而且满清嘛已经换过日本啊，嘛毋知要做到什么状元，也无定着。毋知要做到什么状元，一句话，吾不知欲做到什么状元，也没可定。真歹药，伊迄个音盒内底是应该是用台语咧讲的啦，啊，只是伊用迄种看无讲介有诶汉字咧写诶时阵，就真歹药安尼。头甲说说咧，就搁咧甲学了，又搁海头吐气，尾啊就宣布大家，尾啊就对大家宣布讲放学啊。我成咧记忆吼，第二集，即个我拍算应该使甲读得完，即种无讲介济啊，普通少，普通济啦，无讲介济安尼。毋过真会读得完无？好来看觅，我成咧记忆真好，所以也背得特别紧。无甲一个月三字经已经有即个王秀才自笔批完啊。因为王秀才从来无解说其中的意思，也有可能迄意思本正就超过6岁囡仔会当理解的能力，所以雅神对三字经也无讲真了解，敢若用囡仔人的联想力，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解说句中的意思。敢若王秀才对伊无搁进一步的要求，所以册一会念。所以册一会念读册念册歌，就算讲学会晓，过了后就随搁换别个册来念，伊完是背，伊完是无去解说，敢若互囡仔将来大汉的时阵，才家己去揣摩。因咧，我就讲嘛，所以因咧中国人就是拢用迄个叫做无名政策啊。当然，伊的讲法是讲啊，我无材料解说啦，我解说是敢若我的意见啦，你爱家己去体会啦，啊，你体会着就拢是你的啊，所以，真诶，至少迄毋是属于现代教育的一部分。吹算、吹毛、吹算、吹毛，所以当然，中文用揣摩，揣摩即个揣是咱台语有咧用的嘛。对无？吹东吹西，所以其实台语独用的字就是差不多300字至600字嘛。所以咱已经会晓，即个中文汉字的，你另外搁去学差不多300至600，就差不多啊嘛。家去想，家去掠就对啊。无咧详细解说安尼。敢若囡仔时到大汉，家去掠，家去摇啦。就安尼读来读去，背来过去，无甲一年，煞也甲幼学停灵，指南市读这字是要安怎读我毋知影。这敢若嘛是一种册的名吧。敢若这字
安尼敢会有即种字数啊？讲买定做教授书，千家诗，唐诗300首读完，尾啊佫读四书，四书当中比较甲片片段段的《论语》。哦，四书五经，四书是迄种的嘛？《论语》孟子、中庸、大学这4部嘛，伊是按迄个孟子，为《论语》来开始读啊，因为拢是伊个《论语》拢是对话嘛，拢是对话式的嘛，所以对话式，我来看卖啊。我拄仔迄字歹势拍袂出来，毋知是啥。是啥？我拄拍毋着。OK， 安尼就是七毒批杂，哦，我这个电了，批杂。批是批杂，所以是批杂，既然批杂，按过既然七毒，我唱着电琴。插电。没电了。好，第一是册名吧，安尼册名就是照伊文音读呢。七毒。有一天，王秀才鸦片食了咧困觉的时阵，雅信和阿坤、阿明一大堆囡仔伫亭里耍。阿坤雄雄走过来雅信的身躯边，问讲：“阿信，你有读过3字经啊未？哪会无？我规本拢嘛会晓背啊！”雅信就真得意伫咧讲：“你背我听看卖啊！我要看你背了对毋对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”雅信半刻目，天伫咧背。毋对，你背毋对啊！应该是人之初，先生互教部。抑过是咧，无啦，我部是我读的啦。伊迄字我嘛毋知，伊迄写的啥物字？咕，伊写是咕叫的咕，所以怪怪啊。好啦，应该是人之初，先生互教部才对啦。阿坤讲了后，所有囡仔拢咧笑，敢若雅信无笑。伫咧心肝底奇怪讲，伫心肝底遐伊讲阿坤哪会安尼后白讲？王秀才若听着，无甲伊讲做肉像遮奇怪。还佫有一句阿坤你无讲，阿明补充讲：性本善，先生头家见。所以囡仔就是拢会种找一寡押韵的字词来咧斗嘛。所以
即种的开头吼，做先生头食根，就是要对即个成本线 SIAN 的成本线，先生头食加根迄个根安尼。听阿明讲了，大家笑得搁大声，笑到歪腰去。下晡雅信伫咧识字的时阵，听到坐伫后壁阿坤和阿明伫咧桌仔骹耍，耍一困了后就煞冤家相拢起来。敢若听到阿明愤慨伫咧对阿坤讲：“我要你来去甲先生讲，你要讲做你去讲，我则无咧惊你咧。”听阿坤的话了后，阿明果然对椅仔顶徛起来，行去到王秀才的桌仔头前对伊讲：“先生，中昼你咧困时阵。”阿坤讲林基初先生有教步，王秀才听了也无问头尾，就甲笔筒内底迄支介笑一手举咧，另外一手就甲阿明抓咧，甲伊饲咧伊的大腿，大力甲摔20下。阿明去用讲甲目屎流目屎滴，跪伫涂骹摸骹床，伫咧哭讲，毋是我讲的啦，是阿坤讲的啦。哦，这囡仔人就互相淡仔咧种诶。伊讲的我无听，但是你讲的我有听。黑白共斗，你着爱先去用拍你。王秀才才讲煞，着越头甲眼讲阿坤这边扫过来。虽讲讲是规面花目，怒气冲冲，但是为着维持教师的尊严，也不便有所行动。但是想袂到阿坤为着要替家己辩解，伊煞家己徛起来，就对王秀才讲：“阿明家己嘛有讲啊，伊讲成本先生头食加根。”王秀才无听着准拄煞，一个听着阿坤伫咧讲话，着规巴肚火，断了掀起来，着规个冲过来，甲阿坤掠咧，介绍摔落去，着出大力甲拍。连伊讲尻川，阿坤的尻川，阿坤去用讲啊尻川疼，就伸手去喂尻川，所以就一个佮摔着手。阿坤去用拍甲，迄个啥前俯后仰，怎么来讲？应该是伊嘛无倒咧涂骹啊。阿坤去用拍甲足疼的，就大声咧喝叫，拍完了后，王秀才就佮甲阿坤和阿明罚起来，罚跪，两个人拢跪伫咧孔子公的画像下底，表示讲是向至圣先师来忏悔。这规个下晡，王秀才就无佮教册，敢若看纸筒外伫咧吐气，啊那伫下骹的学生囡仔也拢点点无声音，大家拢禁开做家己的功课。这一天，放学对外门行出来，雅信看到主厝正门的石狮，佮一堆少年囡仔跍伫咧涂骹，伫咧六七八斗啊。雅信忍袂了，就走去头前看。伊看到林墙的中涂骹有放一块破碗，一个少年囡仔甲碗内底四粒七八斗啊，摕伫咧手里扫啊扫，又佮吹，又佮喷风。伫咧头顶、头壳顶洗两轮了，就甲十八斗啊等入去碗底，喙里咧喊18啦，就看到迄粒4粒豆啊，伫咧碗内底跳过来，点钟落来了，就听到一阵的喊声，一阵人伫甲滚，七手八脚，七手八脚，真难讲，七手八脚。当然照理他是七支叉八支手啦，但毋过台语有啥物讲法？七手八脚，七手八脚，十骹5手，七骹8手。10骹5手，7手8骹，7
七手八脚，七手八脚是三条六臂，所以七手八脚，十骹五手，所以是，看袂出来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无用气气，哦，无用气气，台语讲世事，无用气气，好，就听到一阵喊声，无用气气，甲涂骹即堆钱刷去到另外迄堆，就搁轮到第二个人去掠18斗啊。有一回，雅信看得真趣味，就往前刷一步，煞无小心去碰到一个18斗掠咧长要落的少年囡仔的尻川。迄个少年囡仔回头一个看到雅信，就用迄支掠18斗的正手，一个环就甲挡开，而且大声甲喊一声：“是查某鬼啊！走啦！看啥？有啥物通好看？”雅信人抢，人抢这个进前敢若捌查过，应该是无白帮的款吧？人抢。就是徛一个无拄好，因为伊毋知迄个岁嘛，毋知迄个岁，雅信迄阵真正6、7岁，啊，拢15、16岁啊嘛，所以等于是半大人啊，所以半大人啊，有当阵啊，无小心就转迄种诶去找着，还是安怎？人抢。应该是人抢吧，我毋知骗哦，骗落去，骗，惊着骗一个，应该骗。要毋过骗是伫咧行，啊伊这瞬间毋是，伊这是活去嘛，活去了去互回着啊，应该是去互回着啊。你迄个人伊要落18斗嘛，啊我会活就怎甲伊回落去嘛，所以回落去了，要颠要倒，应该是要颠要倒啦。空平，骗啊骗，骗来骗去，骗过来骗过去，所以雅信就骗咧退两步，伊完真固执徛伫遐毋肯走，所以迄个少年啊就徛起来，捡涂骹一块破床啊，做手势要甲雅信牵，佮对大声喊：“搁毋走，搁毋走，甲你牵就要死！”毋知真啊，甲你牵一个，互你死，搁毋走，搁毋走，怪怪，甲你牵一个死，怪怪。雅信最后惊一个走去啊，却是感觉真委屈，两粒目屎就淋落来，伊就靠伫咧迄个少年囡仔看袂着的矮墙靠一困啊，喙唇夹咧，真毋甘愿，佮直直回头去看伊。伊忽然间想起老爸屈原家较早捌甲讲过，迄就是罗马囡仔毋读册，伫咧跋筊，警察来，就甲因掠去人仔内关。好，雅信就真坚定，自言自语讲：“你会甲我杀，我要来去报警察。”讲煞，伊就抢甲目屎七落搭，为警察的派出所走去。10分钟后，局长孙佐去屈字，局长孙佐就带另外2位孙查，点点来到祖厝的门口墙仔口，分做3路。警察的边仔一个单，3个警察就走向迄堆跋甲长热的少年仔包围起来。因着惊四界撞，但是拢去互迄3个警察甲路踢的。经过一番的挣扎，一番挣扎，挣扎。
挣扎，滚量，滚领，滚量，滚领，结，滚准，滚量，滚领。滚量，小挣脱束缚，全身扭动，流，挣脱，无受，所以应该是想要酸，还是滚准，滚准，所以应该是滚量。一阵滚量，遐少年囡仔就拢束手就绑，互扣手铐，由这个局长孙佐带去派出所。这中间雅信拢一直秘伫咧A墙边仔偷看，看到迄个甲画、佮甲杀的迄个少年囡仔，互扣手铐了后，互扣手铐带去派出所，伊才松一口气，舒了闷气哦。好啦，伊才透一口闷气，就是君主的报酬法就对啊，闷气。气气痛论，定型，生闷气，气，所以闷气，生闷气，解闷气，所以可能是闷气这个词可能较大。伊去用欺负，爱甲套转来就对啊，随甲套转安尼。闷气是翕，所以而家就是看到迄个甲画甲杀的少年囡仔，互扣手铐，带去派出所。伊才透一口气，就背对着派出所，要离开，要回去厝啊，背对着。好啦，行离开派出所，沿路回去到厝。这一种一开始是雅信6岁，2站尔，雅信8岁啊，雅信已經8岁啊。秀英收到台湾总督府发的一张通知单，叫雅信去拄起好的大稻埕公学校入学上课。秀英和区员甲参详的结果，总算讲认为雅信伫咧模结师院，甲若已经学一寡汉文，读搁较济嘛无啥物路用。颠倒日文这几年来已经实行起来，去公学校学一寡日文，将来对伊总是会有搁较济的路用。何况附近的几个厝边来讲，嘛已经有人家囡仔送去公学校读册，所以因着野乡对拜，甲雅信送去大稻埕公学校读册。大稻埕公学校真就是迄个啥太平国小吧？我记讲是太平国小，应该是太平国小，因为8岁是1909年，啊，所以太平国小敢若嘛是超过100年学校啊嘛。因旧年啊，准年旧年有一个叫做黄土水的一个雕塑，用大理石、白色大理石雕塑的迄个什么囡仔，左囡仔的迄个啥，头什么法器啊，我袂记得。反正即马有一个
学校内底美术馆就对啦。因为公学校当开无偌久，所以学生只有3班，其中敢若一个日本先生，其他2位拢是台湾的老师，拢是临时补习，拢临时补短期的日文，才来做老师的。迄个日本老师叫做大苗，差不多20岁左右，孤身一个人来台湾教册，无亲无情，家己一个人住伫咧学校内底的一间宿舍。伊身材清曲哦，应该是3条吧，是啥呢？看起来3条，就是无讲介大块就对啦，应该是安尼。清曲3善啊，无，敢无？那高一字的，当然要甲字字，嘛无啊，5字字，还是我拍唔对，还是拍唔对。啊若当做台语来读的，鼓、kick、日啊日准，所以应该是散的意思嘛，所以散叽叽、散 kick。但是顶是有收讲即个克字，即个克字是啥？病人消散鸡肉无担心，所以迄个时阵其实来台湾的日本人大部分拢是，敢是大部分，就是伫日本本土可能，嘛毋讲活袂落啦，就讲啊，伫遐无啥物发展，啊不如换一个所在吧，甲迄个。伫咱遮二类迄个牧师相款嘛，伫因母国可能无遐尼好转接，就归去换一个所在，看会较好势无呢。伊的身材瘦，一个头阁剃甲袂输下皮的青蚵仔，迄个蚵仔，下皮青蚵仔，讲话轻声细碎，性情真和善，甚至阁带一寡女性的优雅，雅性就分发伫伊的班，迄班有30几个查甫囡仔，啊若查某囡仔连雅性嘛，敢若2个，所以即2个查某囡仔就自然而然变成代表先生的奖项民主，特别是雅性已经会当讲袂少日语，伊就搁较疼伊，定定头尾糖啊含佚佗物啊，互伊，红啊玩偶嘛，定定头尾糖啊含红啊，互伊。公学校拄开始嘛，无啥物册通啊读，主要是用一本绘本的教科书，甲一寡花旗、喙片、鸟狗、毛毛大路和金塔路这简单的日语，然后佮加一寡真浅的数学。但是和厨房无相款的是加户外运动一科，每一工代表先生就拢叫学生囡仔去运动场走表游戏，还是拍球。啊，若查某囡仔就加教因做女工，迄个女工嘛，当然迄是迄个啥，伊个汉字是讲爱读女工，啊，其实迄就是啥，针子的工课啊，做针子啊，对吧？手不懂三宝，就是扫帚、针时、针子嘛。所以，汉字读出来是女工，还是红线的红嘛？所以台语应该是在讲针子安尼啊。好啦，做针子，中庸教授安怎讲？1909年、1907年，日本人来到台湾所教，其实甚至迄个前修女中，
进修旅中就讲什么读册的出来了，就是要嫁互人做家后迄种的，爱量早学晓，量早学晓讲一寡厝内底的代志就对啦，什么针子啦，还是什么迄个啥，管小技巧，还是拼厝内即种工课就对啊。所以20世纪初期的时阵，就是分甲真清楚嘛。分甲真清楚，其实伊迄个啥2000年前的礼运大同篇内底嘛有讲嘛，什么男有婚，女有归，就是叫妇人人一定爱嫁就对啊。所以顶世纪进前，过去2000年来，就是拢即种。当然，一个讲法较上影啦，反正查甫的工课石头功能嘛，查某嘛是相款啊。逐个人有逐个人的角色爱发挥嘛，所以就是讲，做囡仔加教因做尖子，咱是发觉这公学校的生活比迄个无聊的摩羯厨房趣味多啊，呆板，所以讲嘛，呆板，我感觉是无聊，不过应该是有其他的讲法。还讲啥？好玩的多了，那个厝边啊，呆板，呆板 ，English 讲呆板就叫教堂，西板，矮板，西拜，张龙更有趣的。袂变巧吧，反正就是较毋知通变巧，看我要学查西办来办，所以就是比迄个查的摩羯厨房趣味侪啊，毋知是伤野的关系，还是起怨度，遐个查某囡仔。总是无事无辈，就咧欺负即班唯一的2个组囡仔，因就定定甲因敲死。伊迄鱼哦，伊迄鱼应该是创治啦，我咧想，因为伊后壁要改水嘛，伊迄鱼。伊迄鱼。啊，伊用鱼鳖，我记较早我咧学是用鳖鱼啊，所以是创治人银，创治人银，还有啥？酸球、烤死、鳖，应该是创治，因为查某囡仔各种进前。尤其小学的时阵，较无度表达家己的情绪、情感的时阵，就拢讲说利类，对吧？利类创治，还是用打手针。鳖鱼，人好啦，感觉创治，拢定定甲因创治。有因的头毛尾啊，甲因念，或者是用无穿的赤脚甲因站。伊讲用踩踏，毋过当然站是伤粗鲁、伤凶啊啦，甲因打，好啦，甲因打好。而且甲因是号一个外号，叫做大目孔，因为伊的目睭大蕊，另外一个目睭较细蕊，就甲伊号做一个外号，做四破鱼。尾啊，变下课了大苗生死无得的时阵，所有查甫囡仔就甲因2个围伫咧中，跳咧，笑咧，佮编山歌来唱。大目孔四破鱼，一两钱，一两几个钱，伊甲因母甲因哭了，大家才一哄而散。心爱感母甲哭就对啊，所以就是讲袂晓表达家己的情感啊呢。可能嘛包括我嘛吼，都是拢袂晓表达的，拢安尼。可能要到几岁才学会晓呢？还是一世人学袂晓？我毋知影。一哄
你溜我酸，你溜我酸，你溜我酸，喊一声走了了，喊一声走了了。好，所以就是一直爱甲因人甲哭了后，才喊一声，大家走了了。若准讲欺负查某囡仔，敢若发生伫咧学校，也就罢了。有当阵啊，伫学校外口，因就搁较变本加厉哦，更加厉害，更加厉害，这应该是就搁较合，还是安怎？因这就是搁较强烈啦。伫学校内底有老师喊咧，可能搁毋敢伤唱手，还是伤热嚣。啊，若离开学校了后，可能就真正是无人管啦，吼，只要莫共母甲着伤还是啥，可能就是会继续母安尼。啊，毋过这伫学校外口就更加厉害，应该是这个厉害严重吧？因为咱就这个字面的意思，咱一般有诶当中是讲教，啊，毋过这无可能是教诶概念啊，这是咧讲囡仔热嚣到一个程度诶时阵，毋知迄个风险，还是袂晓扎迄个力安尼啊，厉害，讲是这个意思。严重忝头，嘛毋是欠骹体能病，可能严重会使吧。就是有当阵啊，伫学校外口，因就搁较严重，因拢伫咧转去半上路诶，甲因围咧，无爱互因转去。一个人就抢大目空，其他另外一个人随对咧抢四破鱼，第三个人就抢。想要甲遐个查某囡仔围个人墙杀开，伊就硬无爱让，佮甲因扭头毛尾啊，所以就另外一个，所以另外迄个查某囡仔就甲喙开了，甲伊夹落去，因就见笑转上去甲木，连带伢是嘛去用木掺落去，等到两个查某囡仔大声哭起来，所有查某囡仔才四散走了了。第二天，敢若剩下是一个查某囡仔来公学校上课。另外，迄个查某囡仔无爱来啊。问原因了后，大苗先生才按伢是的喙里知影全部的事实，所以大苗先生就大发脾气。所以应该是啥？大发脾气。使性地迄毋是，伊这毋是使性地问题啊，使性地是可能迄个啥？情绪控制无好，啊，当然这嘛是情绪控制无好，即个情绪控制无好是老师想要管囡仔，无甲迄个啥无老虎不发威，被当病猫安尼吼，还是讲金刚经讲诶，啥物？无不现金刚怒目相，难现菩萨慈悲心这种概念吧。发脾气，发性地，发性地可能会使啊，因为发性地甲使性地应该是无相款的。起性地可能嘛是会使，使性地、发性地，有够是，伊就是老师毋知，当然就毋知嘛。啊，干若知了后，等于是啥？要发生囡仔青笑安尼，所以青笑，听着了就怎啊？性地举起来，可能会使。大苗先生，大苗老师啦吼，大苗老师按伢先的喙里，知影全部
怎啊代志的头尾了，老师就性地举起来，甲所有查某囡仔骂讲，因两个查某囡仔遮尔古锥，你应该好好甲伊疼惜，哪会拢咧甲伊欺负啊？定定拢甲伊拍，这是啥物道理啊？白解啊咯！骂女的人白解咯。当然听讲日本人即摆嘛袂安尼骂，所以梁苗先生就发因跪伫咧涂骹，佮禁止因3工袂使去运动场耍球做游戏。但是另外迄两个，但是另外迄个查某学生就从此就无要过来学校啊。随便讲，经过大苗老师亲身去到因兜三鼓正4邀请，吼，还是用3托4，3请5请，这个仰托再三，可能用仰托再三好啦。随便讲，经过大苗老师亲身去到因兜仰托再三，也毋敢过来公学校上课啊，所以全班就敢若春雅是一个查囡仔。大苗老师就更加甲伊当做班里唯一的明珠，而且佫对伊必班的保护和疼惜。有一天，第4集，我想是3集尔，好啦，第4集最后一集，这一种是先生偷食鸡根哦，迄个汉德老师就无去学啊嘛，所以条头是先生偷食鸡根。哦，第4集。有一天，大家伫咧运动场耍球的时阵，雅信跋一倒，摔伫咧涂骹，下鞋含手拢目涂，若头毛尾嘛乱去。大苗老师看到了，就随走来甲伊按涂骹抱起来，检查规身躯，全身检查了，问伊倒有受伤，伊讲无着伤，只是手弄垃圾。所以大苗老师就叫其他的查甫囡仔拢转去教室。甲雅信带去到伊的宿舍，到宿舍了后，大苗老师就是去旁边桶水，摕湿文甲雅信的下鞋含双手洗洗咧。看伊头毛无整齐，就搁去摕螺仔来替伊捋头毛，捋完头毛，搁替伊细泥啊割头毛尾，头毛尾割煞了，则搁上细，甲看一下，然后轻轻啊对伊讲：“我看到你就袂输看到阮小妹。老师，你有一个小妹哦。”雅信摇头，舔伊个大大蕊目睭，老师在咧讲：“有啊，含你边仔大，只是伊伫咧日本的口碑，我伫咧日本的口碑出世的新户啦吼。只是新户，我看到这2字，我就读口碑啦吼。当然，你要读海语，迄个是你的代志安尼吼。我伫咧口碑出世，我是按口碑来，先生。口碑敢是真好佚佗？听完这句了后，大苗老师的目睭随天大蕊，看一下窗仔外，再搁低头，再搁压头对雅信讲：“因为雅信真正几岁嘛，9岁嘛，所以是囡仔人啊，应该8、9岁吧。进前咧讲已经8岁，去读公学校嘛。”所以可能读一阵了，嘛8岁9岁嘛吼。这阿头对雅信讲：“日记的迄个衫啊，到底要安怎翻译？迄个啥？藏上的护理人吼，迄个飞轮拢咧叫护理人，是叫啥？护理人衫啊，对吧？翻译敢若是该翻译做护理人大人啊呢？护理人飞轮叫护理人叫大人 ，OK 啊。伫台语，老师哪有可能叫囡仔大人啦？毋过因就是用衫啊，即个词嘛，衫啊，即个词算一个敬称所以即个敬称伫台语要安怎讲？目前我找袂到，我未想到，台语咱会知要安怎来对称？伊就讲啥？认啥嘛？雅信嘛，所以信伫日语就是信嘛，信啥嘛？口碑非常的好佚佗，口碑是一个港口，逐工拢有足侪大船按世界各地来入港，阁有真侪大船出港去到世界各国。有一个真长的码头，码头顶有真侪工人，头有白毛巾，穿塔米，哪唱讲嘿哟嘿哟，伊即个塔米啊，伊家写塔米，迄就是出迄个音嘛。迄
迄是啥？日本的汉字是写足地主代嘛，啊，只是因读出来是读米，啊，读米，东方白先生就怎啊甲读米即个音写汉字中文塔米吼，所以台语本身就是一个多语言综合的嘛，它也是完全拢对汉字来，这毋是咧，因咧中国人稍微别讲尔。穿读米，哪像讲嘿哟嘿哟，哪光船会，伫咧船顶走来走去，哦，上船落船真是好耍。我从细汉就定定走，我从细汉就定定走去码头偷看。雅信听完就想起淡水河边，看到遐个来去的篷船，以及伫咧外国洋行码头顶看到遐搁落只插白菜的大火船哦，汽船嘛，迄个时阵拢是兄土炭的嘛，所以就是用或者啥兄土炭啊有水烟，所以会有吐乌烟，所以甲迄种船叫做火船，我会记得是做火船。就想起着伫咧外国洋行码头顶所看到迄几只插白菜的大火船，伫迄个淡水遐较有嘛，真就是遐德记洋行嘛。啊嘛袂输会当想象出迄大苗先生讲的苦马码头的光景，着寒手，应该是点头对大苗先生微啊笑，啊大苗先生看到伊咧笑，家己也欢喜甲笑起来。大苗先生去摕一寡日本寄来的汤仔饼仔互雅信食，又去翻箱倒柜，应该是翻箱倒柜，当然是一个状态嘛，但毋过应该是冰出真侪物件的款吧，我咧摇翻箱倒。对啦，当然一寡固定字词是成语啊，迄个啥杜正成讲啊，莫用成语啦，家己做，家己迄种的。所以每一个作者伊咧创作时，一定有一寡安怎讲，家己的想法嘛。所以过去伫咧学的翻箱倒柜，东方白先生是甲伊写做啥？翻箱倒夹哦。K 啊，翻人底、挑人底，伫咧挑人底，所以就是又去挑出来，搁落粒日本川空的古早钱互雅信。忽然间伫摊底看到一蕊红的一朵红绒的花节，应该是迄种的吧？迄个用什么编的一蕊红的花，可能杨仔花，而且毋是青花种杨仔花，是迄种有迄个，即马可能是条铁线后壁外口包一层迄种，敢若杨仔布安尼，啊有迄插插的，啊就变做敢若一蕊花安尼。所以忽然间伫咧摊底看到一蕊杨仔布白的花。迄是大苗先生的小妹下，也毋知啥物情形之下，煞撒来，也毋知啥物缘故，伫要来台湾教册的时阵，含其他10岁，拢做伙缀入去三箱内底，做伙载到台湾。大苗先生甲迄蕊花摕咧，为窗仔外上一步。又搁翻头来看雅信，喙角又搁微微笑，对话讲：“先生嘛，来遮。”雅信就哪甲手里哪摕日本古早钱，嘴里哪搁咧剥汤仔饼，就蹭了过去，就是蹭了过去，看有没？就来蹭，这真正是中文的讲法，我是毋知台语是安怎讲，蹭。当然，即摆因的中文的称，敢若有一寡扩张，也是延伸的讲法嘛。
什么蹭饭啊，蹭什么碗糕，蹭热度啊，是啥？所以蹭磨、算、锤、挽皮、挖，就是挖过嘛，伊就是挖过啊，磨磨蹭蹭，所以这里蹭，张龙教授这是算啊用中文去找台语文嘛，所以，哦，翠球啊，卡得哦回点，拖着脚走路，拖切，这是切过，但是呢，磨蹭，所以应该是慢慢折过吧，可能应该是折的艺术。硬是咧，那摕迄个日本的古早钱，啊，搁咧食糖仔饼啊，真无用的。啊，老师咧甲叫，当然紧挖过啊，所以挖过了后，对啊，吐慢慢吐过去，我对身躯边去，所以应该是吐，啊，搁折好。硬是手里哪摕日本古早钱，喙里搁哪咧爆糖仔饼，就慢慢吐过去。点点啊坐咧即只椅啊，莫叮当，我来替你甲即蕊花，即蕊花原底是阮小妹真水哦，啥物人看着拢会介意。好啊，徛起来，来去行面头前看卖啊咧。大苗先生就甲雅信带去到宿舍另外一边，迄个白母的墙壁顶挂一块长度圆的细块镜。是大苗先生逐工抠喙手了后用的，雅信伤细汉的，连看都看袂到，所以大苗先生就甲伊抱起来，互雅信会当按镜内底看到伊头壳顶的花，对伊讲：有水无？即个花就互你，后摆你逐工拢爱早来学校哦。那是夹吧，吼，逐工拢爱夹的早来学校。当大苗先生甲雅信带转去到教室的时阵，全班的查甫囡仔拢随发现雅信的头壳顶迄堆红杨啊花，目睭拢挺啊大大蕊，大家拢互相想来想去，面面相觑，就是面面相觑。啊，伫迄个动作就是啥，睁着眼睛面面相觑哦，我无确定，你是面面相觑应该是啥？互相相看，毋知要安怎，还是安怎？小小还是啥？小小都是小小，所以小小。无人对白面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四目相对，所以。全班的查甫囡仔虽发现雅信的头壳顶迄堆红杨啊花，大家目睭拢挺啊大大蕊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只是大苗先生有得的，大家准讲是偷偷啊咧细声讲话，也毋敢大声喊。但是一等到放学，才行出去到校门口尔，大家就感觉雅信为例，对伊比手画刀，搁去摸伊洗好的头毛尾。又搁去磕伊头壳顶的迄蕊花，先生甲你热头毛是无？一个查甫囡仔讲，秋秋秋袂见笑。另外一个查甫囡仔用纸伞就挤伊的喙皮，即蕊花先生互你的哦。第三个查甫囡仔讲，雅信徛咧，敢若用目睭银虎虎咧甲因青，也无讲话，嘛无爱插伊。哦，这用啊这侪字，只用眼睛真正地怒视他们。台语就是青啊，徛咧就
目睭银火火咧甲因青。所以就一个查甫囡仔就带头唱起囡仔歌，当才听到伊唱，其他的人也对咧合唱起来。人插花，伊插草；人抱婴，伊抱狗；人困身眠床，伊困屎壳仔口。这是日本时代就留落来迄种嘛。伊咧讲现代厝拢是安尼嘛，古早厝是无甲迄个厨房嘛，无甲迄个啥便所设伫厝内啊，拢伫外口嘛。所以人迄是有现代化的，伊怎啊经体就对啊。毋过怎啊嘛是啊，对吧？人抱婴，伊抱狗，怎啊就这种饲猫啊狗，无咧饲囡仔的嘛，对吧？唱完，大家就哪拍扑啊，哪咧笑。恁看，伊插即朵花是毋是亲像新娘？有一个查某囡仔行到雅神的后壁，扫伊头壳顶迄朵花，搁伫咧甲伊创伫讲，所以就有人带头唱另外一条囡仔歌，其他的人也对咧唱。新娘水当当，裤底破一空，头前开点汤，后壁爆米香。毋过我感觉东方白写的即个阮囡仔是安尼唱的，毋过伊就新娘心当当，裤底破一空，头前开点汤，后壁卖米香。所以有一寡动词，阮唱的是无相款。当然，即个物件本身就是各地有无共的腔口啊，无共的用字用词啦，因为总是伫咧念来做佚佗用的尔。唱完了就搁一顿扑啊声，含着啊气血叫，游玩甲雅神围咧，无要互伊转去。雅神忍无可忍，总算对伊正头前迄个查甫囡仔的胸坎，甲配一股烂，而且搁因恶夹夹，骂一句话，歹心恶落毒。我会记，我所知是歹心恶落毒啦，毋过伊迄个写的汉字是歹心的黑长度，对吧？迄就无迄个一地化的台语用字，敢若使写出来即种字嘛。你若毋知的人，你透知了，知影讲迄是要讲歹心恶落毒，因为日本时代所留落来遐咧讲骂马的话，有一句就是即种诶，歹心恶落毒啊，要死就找十啊，要败就找路路啊，蒙牌有到家己补迄种诶安尼啊。即马听起来早就火化，哪有迄个蒙啊补通好去啊？迄个查甫囡仔一听完，就一手七弹，另外一手就伸手过来杀雅神，害伊偏咧后壁偏咧骨就步，哇一声哭出来，看到伊哭，就另外一个查甫囡仔唱起来，爱哭神食饱配土豆仁。其中一个特别热销的查甫囡仔，行来半跪伫涂骹，仰头看雅神，而且超工对伊变几啊面，让其他的查甫囡仔笑。雅神就神想要甲伊掠，伊要闪袂赴去，伊要闪走袂赴，就怎啊跋伫咧涂骹，摔一个车轮斗，互其他的查甫囡仔笑甲真大声，连雅神嘛看了感觉笑过，目屎干咧咧笑。有一个查甫囡仔看伊咧笑，就搁另外唱起另外一首的童谣：念伊哭，念伊笑，后尾巷仔一顶叫，要跟你去食屎甲食尿。这阮细汉的时阵有讲到迄个啥，嘛是差不多即个版本啊，念伊哭，念伊笑，安尼猪母了食一叫，阮是安尼讲的啊。伊这是念伊哭，念伊笑，后尾巷仔一顶叫，要跟你去食屎甲食尿。尿甲笑是有迄个对斗句就对啊。雅神就绕过去，开喙就要甲因咬，因就退场后，游完手牵手，甲雅神围咧，无爱互转去。雅神无法可施哦。雅神无才调伊，就溜咧翻头走去学校啊，伊就直直冲去大苗先生的宿舍遐。哪七目屎哪哭咧冲过去，迄个查某囡仔搁对伊到校门口，看到伊冲入去大苗先生宿舍的门，
就哗一声走到无看影吼，拄则迄种一哄而散安尼，哗一声走到无看半个。大苗先生因为惊雅信伫咧路里去互其他的查甫囡仔欺负，就亲身带伊转去厝里，而且为着要保护伊，从此逐工放学的时阵，拢联络互送伊转去到厝。吼，这真正是特别待遇就对啊。伫日本时代，当然大概较袂有即马迄种老师学生囡仔的关系伤过紧张，你要做一寡较特殊的动作，拢无好就对啊。啊，即马当然时代无相款啦，所以出一时必一时啊。好啦，因为这是第二种哦，先生豆食鸡根，总共有4站，尾啊才是雅信去读公学校安尼。啊，当然，迄个时代，大部分的人是感觉查囡仔人读什么册安尼，无必要，所以。总是雅信有法度成做台湾头一个女医师嘛，毋是无原因的嘛。好，因为即种甲遮一个线，所以嘛时间嘛差不多啊。时间的关系，就读到遮啦。感谢收听，咱们收听，再会，拜拜。电话声呢？收档。